钓客出海钓鱼，唔过煞互中国甲阿鱼到单已经超过4个月，今仔日总算会当回国。伊讲想要好好啊食一顿团圆饭。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贺锦丽副手是今年60岁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兹，伊甲中国密切的关系受到对手的攻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8月初7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国内的消息，咱们来关心的是金门姓吴的钓客，伫今年3月时阵出海去钓鱼，结果煞找无路，通好转来，落尾是互中国压去到单，已经超过4个月。今仔日总算是会当由伊的家属去甲接转来。伊本人是表示讲，家己伫咧中国有受到真好的照顾，也毋过真想厝，想要好好啊食一顿团圆饭。当炮啊，希望随分扫了金门姓吴甲姓吴钓客今年3月出海钓鱼，因为无细时大埔未航，互中国海警船找到。姓吴的钓客已经伫3月23转来金门，不过姓吴的钓客因为疑似军人身份，互中国滞留到即马已经超过4个月，总算应转来。想家，非常想家，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也谢谢福建的海警以及台办。大家的照顾，让我在那边过得很好。伊妈妈阁亲身饲后生食猪脚面线，希望伊立即转来了后一切平安顺利。伫会陈玉珍陪家属去厦门接人，伊妈妈一直7目屎，表示心头大石头总算放落来。迎伫父亲节进行一个团圆，是上赞的父亲节礼物。今天父亲节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希望赶快把儿子接回来。以后就不用烦恼了，每天晚上睡不着。所以儿子可以回来，真的很高兴。谢谢你们大家关心，也谢谢各位的努力，谢谢。伊读小学的查某囝，佫特别准备考试卷甲亲手做的父亲节卡片，要去接爸爸，欢喜团圆，回来过父亲节。家属特别做锦旗，分别送予福建海警局、福建省台办，感谢中国有关单位救援各界照顾。中间也谢谢两岸相关单位包括我们陆委会移民署福建省台办厦门市台办相关单位这个帮忙。因为这58人当初无照定数出入境，即摆是用专案的方式可以为厦门出境、金门入境。陆委会主委柯翠静表示，乐见伊得到释放，将对外界关心进前遭到中国海警船强制带转去的偏乌籍渔船大浸满88户，人船什么时阵应放转来？柯翠静讲，希望完成应该府的法定定数了后，被平安释回，也希望因各方面拢平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拜二反弹，所以咱台股也对咧唱悬。今仔日是收跌21,295点，算起来这连2天的交易是拢总起1464点。也毋过咱台股最近是起起落落，亲像咧洗三温暖，这也互违约交怪金额来到2亿3千外。美国四大指数初六收盘全部起，台股盘势也受到刺激，初七继续反弹，开悬行悬，盘中上悬起超过800点。落尾加权指数收伫21,295.28点，起794.26点，创下史上起上侪点，也收复5日线，连续2个交易日计共起1464点。分析师认为讲，这一波杀盘的重心来自美股甲日股，伫国际市场渐渐疏解之下，拄到低点买盘进场。过去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急速杀盘之后呢，市场过度恐慌，融资连续2天就大减了接近500亿，这是造成这一波指数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关键。宽达三王共步大升，台积电股价前一天收伫880块，也搁回升到920块。公司期待来到将近23.86兆。毋过台股顶礼拜五甲即礼拜乌续拜一2天，大盘计共2811.22点。按照 T+2 交挂制度，证交所初六公布讲，违约交挂金额达到大约2.39亿，计共有13号无缴钱，其中金额上大条的2个个是材料 KY 甲国巨。也若初期公布的违约交挂金额也有7279万外，受影响的个也无公布。现在增加所谓的现股当冲可以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卖。很多一开始进入这个股市投资的人，后来没有钱可以回补，导致出现这种所谓的违约交割的问题那一般来说，如果你要现股当中，大家都会找那种波动比较大的票。前一阵子股市好的时候，那些高价股波动度比较大嘛。专家又讲，最近台股起落真激烈，若是违约交挂，除了民事责任，
冠上会当向客户收成高金额的7%违约金以外，若经济严重，会影响到市场的秩序。依照证券交易法，恐惊面对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贺锦丽宣布，伊的副手就是今年60岁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Watts。这个 Watts 已经是第3届来做州长。伊少年的时阵捌来过台湾传教，也捌去过中国教册。也毋过，伊甲中国之间这个密切的关系，也受到 Trump 镇压的攻击。So Pennsylvania,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found such a leader. Tim Walz of the great state of Minnesota. 60岁华兹捌做过陆军国民兵，伊2006年42岁时阵加入政坛，赢得众议员选举，连任4届了后，出马参选州长得利，即马已经进入第3届任期。已经是高中老师的华兹，致力拥护教育甲气候变迁对策。2023年，互对提权入宪，佮互大麻合法，甲建立优先价制度。为内部纳斯加州来的华兹有中西部劳动阶级的背景，甲外界沟通的讲话甲用字简单佮直接，比穿西装来扩大的政治情形，华兹形象佮较草根甲亲民。过去几礼拜，华兹强烈批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讲川普镇压是怪人的言论，为伊真紧也就真气。I jus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That's what you see. That's what you see. 华兹也未惊政治路进前，捌去中国教册，也真侪摆带学生团体进行美中交流。会讲一寡中文的华兹，并无暗含对中国好感，不受讽刺指出，无一定爱将中国看作是对手。2014年，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阵讲，律师天门事件不应该互人袂记哩。要做众议员期间，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不过，华兹甲中国的密切关系依然遭受川普镇压强烈批评。未来是毋是会继续合作？值得观察。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这中东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这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官因为以色列的空袭来过往，真主党的领袖就强调讲一定会来报复以色列。另外，伫同一天，这个哈马斯也宣布，因已经选出新的领导人，也就是辛瓦。这个辛瓦伊也是去年来规划攻击以色列的指挥官。手提机也是海报发口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对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的决定表达支持。真主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正受到以色列空袭死亡。当地七日，纳斯瑞拉伫替舒库尔举行的纪念活动演讲，强调会对以色列做强佮有力的保护，任何可能拢无路用。بعد اغتيال الشهيد القائد سيد فؤاد حزب الله أيضا يرى نفسه ملزما بالرد وإيران سترد وحزب الله سيرد لذلك ردنا آتي إن شاء الله ردنا آتي قويا مؤثرا فاعلا。演讲之前，以色列的战机搁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天顶雄雄撞落来，引发真大声音波，互民众惊到四界味。纳斯瑞拉指责以色列选择升级冲突，和真主党可能会甲伊朗、也门等盟友合作，也是单独向以色列行动，也毋过会尽量防止冲突拖去边境地区以外，避免影响到黎巴嫩的其他地区。同一天，有真侪粒火箭为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谢姆纳城发射，真侪拢互以色列防空系统砸落来，也毋过有关有部分击着空起的所在，引起火灾。以色列空军了后，就空袭黎巴嫩南部的2个真主党设施，这款历来刮起的冲突行动，嘛互美国呼吁双方爱克制。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s to take steps to lower temperatures in the region and to ward off regional escalation by Iran and its partners and proxies. 黎巴嫩组织哈马斯因为政治领袖哈尼亚伫伊朗被暗杀死亡，哈马斯七日宣布竞出强硬派新的领导人辛瓦，伊嘛是7月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指挥官。对此，美国议员呼吁辛瓦接受停火协议。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巴黎奥运这段期间，其实大家拢真关注，也毋过也有人是因为这场比赛煞来牺牲去。伫咧拜二是有一群人伫咧巴黎巴士底广场来搭骨来做天道，来抗议法国政府为着巴黎形象，甲一寡街友全部拢赶走，影响着人的生活。
比赛上热烈的阶段，巴黎巴士底广场车来汹汹搭几60个天道，引起不少游客注意。支持大帮群的民众拜二故意伫五权标志附近搭天道，要让全世界看到法国政府对巴黎大帮问题有偌尔无能。 On ne demande pas grand-chose, on demande seulement un logement pour pouvoir vivre dignement comme tout Français. Et puis moi, on est tous ici, on a des papiers. Il n'y a pas de sans-papiers. Hein. Et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ont des Français et des Françaises parmi nous. 广场抗议的大部分是有老无厝的人，控诉法国政府唔但无法度解决大帮欠缺，佮为着巴黎形象伫奥运开幕前强强清理街头的天道，赶走住伫空厝区的街友。非政府组织就估计，去年有上万人互人赶出天道营地加占厝的所在，另外也有袂少人是去互厝主赶出去流落街头。 Oh, bon, on en a eu plein. Là, on a eu des personnes qui ont été expulsées par leurs propriétaires au prétexte d'un congé frauduleux, c'est une fraude, pour relouer derrière un Airbnb. Donc on a vu toutes ces petites pratiques-là, des petits vautours là qui veulent gagner de l'argent, profiter des Jeux Olympiques pour gagner encore plus d'argent, quelques milliers d'euros en plus. 暗过示威10几点钟，警方到规大阵来拆天道，并驻守伫巴士底广场，阻止抗议的人搁再来搭天道。同款因为奥运无故牵连的，也搁有少数作业。为了确保奥运的安全，法国当局以反恐法扩大警察权，会当预防性监控危险分子。部分穆斯林因为安尼变做警察针对的对象。21岁的摩洛哥的穆斯林阿敏，伊即摆行动就互人限制。 因为情报部门控诉伊伫网络发布斩首加威胁的图片，甲伊标记做有威胁性的人物。阿明伊是讲伊的笑话去互人偷用去，不过环境无认同。 Alors les restrictions auxquelles je suis confronté actuellement, c'est de devoir signer tous les jours au commissariat à côté de ma ville, du lundi au dimanche, sans oublier aucun jour. 另外一个送货司机嘛是同款的情形，因为去互警方禁止离开其大地，连工作都强要无去。根据法国政府的讲法，目前有500多人互警察用同款的方式来监控，理由就是维护法国的安全。不过其中有部分人士已经委托律师协助申诉。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以上就是这则新闻世界通，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麦尚阳，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